新寒流到位，天气是寒死死。早暗到今仔日透早是温度上低的时阵。今仔日透早，台湾本岛、台中以北温度拢伫9度以下。宜兰的太平山嘛落雪，是今年入冬头一场雪。太平山的国家森林园区今仔日透早6点，就有民众排队等要入园去看雪。玉山气象站伫咧办事中道落冰珠，落差不多35分钟。宜兰县太平山办事规工，温度计阁落雨，规个雾茫茫。真侪游客提早来想要看雪。基于游客安全的考量，将于22日清晨进行道路的巡检以及破冰的作业。届时将会机动性调整开园时间。办事暗时11点外，海拔2000公尺的太平山温度降到摄氏零下6度，水气阁正饱，所以太平山落入冬以来第一场雪。太平山游乐区园方今仔日将会实施动态总量管制，入园的车若到1000台时阵，就不当阁再入去。因若伫细山北平办事也落冰雪啊。伫北陵甲石头拢结冰，无啥好行。提醒已经去山顶的山友爱注意安全。入冬以来第一波寒流，台中以北地区拜五透早上低温度拢伫咧9度以下，桃园市杨梅区也出现6.7度。中部以北、宜兰、花莲都可能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，那其他的地方也可能低温在10度或10度上下哦。尤其空旷近山区的地方，气温都还会再更低一点点，甚至呢，在北部局部地区也不排除出现将近6度左右的低温。自今仔日开始，水气慢慢变少，只敢剩桃园以北、东半部加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。北部是湿个冷，中部以南因为辐射冷却，有一寡所在温度更较低。是不是落雪就要看温度加水气条件。北部的雪山的山区，然后另外可能在南湖山区，或者是在合欢山以北一直到南湖山区这一段。那另外就是在南部，可能在玉山山区也会有一点机会，因为它的高度够高。这几天天气拢较冷，医生讲最近已经收治真侪因为血压升悬造成脑中风的个案。所以，三关族群的民众在寒流期间，要特别注意保持温暖，穿较少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